国民健康署每年投入大量的资源进行年癌的筛检，而且年房的摄影会当用来侦测年房的钙化碘，或者是微小的肿瘤，发现无症状的零期年癌。目前世界公认上普及而且有效的年房筛检工具，就是2D 的数位乳房摄影。不过，东方的女性大多数是致命性的乳房，因为乳腺重叠，造成无法度早期侦测乳癌的病灶的缺点。因此，拥有筛检甲诊断年房的判断，就相当的重要。目前来说，乳癌还是女性好发癌症的第一名。那目前最主要降低乳癌死亡率的方式，还是能够早期筛检、早期治疗。那目前台南地区大部分的筛检是依赖巡回车。那因为我们台湾地区的幅员比较辽阔，巡回车还是有它的必要性。但是市区民众不妨可以利用好的固定的定点。好的医院或者是诊所来做固定地方的乳癌筛检，可以获得更好的筛检品质。那同时，如果筛检院所拥有乳癌确诊医院的能力跟资格的话，在同一个单位可以完成筛检以及确诊，可以让民众减少转诊到大医院或医学中心的奔波以及繁琐的流程，所以在确诊的品质时效性上面会获得更好的发挥。其实在我们公卫政策以及民众来说的方便性，都会希望说就近能够在卫生所或者是居家单位附近可以做到筛检。对，这个是我们希望把量做起来，获得筛检率提升的一个主要方法。那我刚刚讲说，如果你在固定地方可以比对旧片，所以如果没有变化的良性发现，就不用一直在被抓回来做确诊。那如果说有一些早期的变化，例如说是新增的钙化、结构扭曲、肿块等等，在比对旧片之下，可以更早发现一些早期的异常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民众能够在固定的单位受检，可以提升更好的诊断品质。大安妇幼病院对3档前成立年房中心，引进专属为年房摄影，并且通过年癌确诊病院的评鉴，对108年7月成立以来，诊断出超过300个年癌患者。现在还有3D 乳房断层摄影的加入，加上超音波等多种影像工具的定位，取得可疑的病灶，希望早期诊断，会用减少晚期年癌造成的生命损失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